好，来继续来看这个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推动着代理孕母改革已经30年。张总这阵，陈昭珠针对着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讲甲真愤慨，用词嘛真激烈。结果引来着立委黄捷的批评，讲歧视，讲陈昭珠透过权力来实现着个人的利益。陈昭珠发文章甲呛回去，讲伊主张平权所提出的法案是包括着各族群。黄捷是驳回讲，伊并是来指责着对方为着个人才来推动代理孕母，但是应该互相理解讨论。一位性平会的委员，凭什么否决80%民意？凭什么用个人的意识形态来扼杀不孕病人的这个一线生机？哈！总结阵时，情绪真激动。立委陈昭珠伫国会殿堂讲着代孕草案的内容，心情真愤慨。批评性平会委员强烈的言辞，引发着争议。立委黄捷就对面册顶管表示，陈昭珠轻视的言论，让人听甲真遗憾，而且恢复陈昭珠的质疑。罗尾社讲，老实面对草案中的风险，和各界对话，找出上好的解方，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议员应该爱做的，不是自私透过权力实现个人的利益。陈昭珠也出面回应，我觉得他还是用权力实现个人利益啊，因为他现在在育龄年纪啊，她是单身女啊，我可以说，我大可以认为是他用自己身上啊，好，那我自己是不能用啊，其实我的版本也都支持了，并没有提到陈昭姿委员是为了要个人使用才来推代孕，所以陈委员不需要对号入座，更不用反应过度。我的本意还是希望跟陈委员来沟通，不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就是心理变态，更不是被害妄想症的女权主义。两个人为着代孕的议题完未煞，严格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审议的进度也是爱继续推进。一直在针对这些意见开专家的会议，那我们预期会在11月底以前会送到行政院。这版的修正草案包括开放单身女性同性伴侣代理孕母使用的人工生殖，预告了后收到200条的意见，各界反应拢无同。相关的部会推动修法的时阵，嘛爱审慎评估。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